哎，还是先他先坐在那边，你有些话要跟他说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你要不要靠近一点点？来，对，来，再近一点，这样画面带得到，这样很棒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哎，现场求婚呢，麦克风来。Amber 还记得在2011年的课堂中，看到你在报告时自信的神韵和风采，深深吸引着我。当时的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认识这位学妹。很幸运的，你接受我的邀约，然后我们开始交往。一转眼已经交往了8年，直到现在，你的自信、独立、创意、幽默、搞怪依然吸引着我，让我的日子总能过得非常的新鲜、精彩，充满着许多乐趣。虽然过程中有一些风风雨雨，但是每一次的争吵、争执、意见不合，也让我们双方更认识自己，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，努力成为更适合彼此的伴侣。也许我们不经常的晒恩爱，不常将对彼此的关心表现出来，但是这种默默的互相信任、支持，能够畅所欲言的安心感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在舒适，也让我相信你是那一位能够一起陪伴、扶持、共同度过一辈子的人。希望你有同样的想法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！哎呦，女生在哭了，来，幸福的眼泪，来，您要对她说。好，我愿意。哇，好，把戒指戴上去，哇，掌声鼓励耶！好，来，我们在前面，来，女生还要打男生，太棒了，这是幸福的一起。好害羞。真的大的眼油一直流。他是流眼油，他不是流眼泪，好吗？他只是年纪大了。好 ，OK， 站在中间的位置一点，靠过来一点。好，2位，太棒了。女生也答应你了，一直哭。好多人，对啊。来，男生有什么样？哎，你刚刚把那个誓言全部都说出来了哈。那在未来你要怎么样照顾他？我会让他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，每天都非常的安心，然后好好的一起共度一辈子。好，很好 ，OK。我觉得女生也讲2句话好了。对啊，你现在心里面那个，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没有想到会有这一段。然后其实我们一直走了很久，我们已经就是交往8年了。8年。然后其实常常会觉得说，一个女生一定走到最后都要结婚嘛？但是其实我觉得她给我的安心感，其实不是结婚这个框架很大，是觉得说跟她一直生活在一起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真的会很开心。你有没有准备卫生纸啊？没，哎呀，你这查甫囡仔，哎呀，没有料想到女生会一直哭。好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今天这样啊，很难得，你们2位真的是跟我们的电影完全结合在一起。你们就是谢谢，来，这是前辈，对，还是你要不要选他当？